继续来看台南的六甲区公所宣导节能的重要，特别用新设计的 logo 来做帽啊、甲袋啊，互志工来使用，嘛新煞来行销着六甲的特色。即马政府为了要减少能源的浪费，积极宣导节能的重要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区公所嘛拢推动志工队到民众厝来去宣导。六甲区公所进前嘛举办培训，互志工会使成为节能的经济教师。即摆公所运用新的 logo 做新的帽啊，甲工作用的袋啊，互志工朋友伫宣导的时，嘛会使行销在地特色。我们希望说，他们在当那个种子教师的时候，也能宣传我们的一个六甲的一些我们的一个产业。宣导的时候，有衣服穿也可以行销啊，也有帽子戴，也不用那个晒太阳啊，有这个帆布袋的一个袋子，也可以装水啊。即摆还有做新的衫，将会提供予公所的员工甲里长，未来民众只要看到这领衫，就会使知讲，因是来自六甲区，并且了解当地特性。